欢收看今日12月31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珠。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国内新增加2例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另外国内嘛发现第2例英国的变种病毒。明仔开始休3天，高速公路下晡4点已经出现车流量，若国道5高按算会达到半暝半。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日宣布讲，健保费对明仔开始起，费率对4.69%调悬到5.17%。今开始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继续在炭烧。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临时开记者会，讲今仔日咱国内新增加2例是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是对英国甲印尼入境的。另外，咱台湾之前有出现头1例英国变种病毒，即马佫发现第2例，是一个英国的留学生，伫居家检疫期间发病，无探去社区的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滚加1年啊，也未停。指挥中心下晡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确诊。第799例是英国籍的男性，伫咧18来台湾探亲，嘛有摕登记前3天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毋过后来出现身体无爽快症状，就医确诊。第800例是印度籍的男性，15来台湾，伫咧检疫期满了后，由公司安排自费采检确诊。毋过外界更较关心的议题是台湾佫新增加第2例新冠肺炎的变种病毒确诊。26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跟肌肉疼痛的症状哦。那这个个案，因为他在家里独自进行居家检疫哦，所以也没有匡列任何接触者哦，所以没有散播到社区的疑虑哦。第791例个案是本国籍的英国留学生，2日回来台湾，第2日出现筋脉酸痛、发烧等等的症状，就医确诊。指挥中心强调讲，无探去社区的记录，毋过外界质疑讲，台湾针对英国疫情所做的防疫措施，甲当初是武汉的疫情标准，咱就无共款。卫福部长陈时中嘛，佫一概出来说明，英国并没有封城。他本来的那个飞机就在，为了减少防疫的压力，所以我们要求是减班。好，可是，在武汉的时候，他们是自己已经封了城，飞机是没办法飞，但是我们还是积极协调，让飞机能够飞。我们的集中检疫所，好，又比那个时候，在当初在1、2月的时候的集中检疫的管理又更上轨道。那陆方也有回复说，他会尽速确认之后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还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消息。若是伫咧国内严格闭关预防疫情的时阵，中国上海卫健委发布消息指出，30新增加6例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其中1例是伫台湾来的，是27到上海的确诊个案。若是消息是真的，应该就是台湾前往中国的第4例确诊。指挥中心嘛已经向中国来问细节，毋过还未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出现2例英国变种病毒的确定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对明仔也就是元旦开始，要全面加严边境的管制，要限制外国人入境台湾。另外，教育部嘛已经通知学校暂停受理外国学生申请来台湾读册。新冠肺炎疫情，台湾出现英国变种病毒的确诊个案，指挥中心加强防疫力度，为元旦开始，毋是本国籍的人暂缓入境。教育部也发函各学校暂缓受理境外学费生的入境申请。暂缓受理境外学生入境的申请方案含好所有的境外学生以及先修华语的外交部奖学金的受奖生。已经核准但尚未入境的学生有49名，因为持有12月30日之前经过教育部专案许可并由学校核发的境外生入境许可证明，所以后续他可以持这个证明来台。读书签证的话，基本上学生是不受影响。春季班的新生的话，我刚刚也是向移民署致电，因为他们身上是没有居留证。所以这部分可能没办法入境。马来西亚正在经历第3波疫情，所以还蛮严重。所以回去的话，可能受感染的风险提高。境外生组织提醒，目前伫台湾的学生，确实无必要尽量莫回国，也规划伫校外春节期间办活动，互因解读思乡心情。教育部强调，后续规划甲什么时阵开放，拢会配合指挥中心。有专家指出，英国变种病毒入境基本上无可避免，不过上重要就是要防堵社区传播，尤其要注意春节等来台湾的诊疗。因为这支病毒很明显要取代原来的病毒，因为它的传染力比较强。
它就会变成将来的主流病毒。不管是在欧洲或是在中国大陆的国人，这大概就在春节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回来。有可能有一些人其实是被感染了，自己不知道哈。那目前这一批回来的人感染，就有一些可能就是英国病毒，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伫外籍移工经过专案许可了后，就因入境，毋过还是要遵守14天隔离规定，要减少外籍移工回国休困、延长工作许可证的时候，来减缓移工的劳动力问题。劳动部发展署是强调，3月开始已经暂停核发各入国的许可，因讲是已经来台湾的移工免过登去报告，避免回国了后过去挖到病毒，过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寒流到位，全台湾冷基期。今日透早上低温出现伫新北市富贵角，敢若4度3。另外，气象局有继续发布低温特报，要提醒乡亲，到明仔载透早也拢真寒。啊，若受寒流的影响，有一寡所在是落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伫礼拜四31透早，温度已经降到0度以下，再去树尾顶悬落结束。世界看过去是规片银白色的世界，马道嘛开始落米色。对时间愈来愈暗，米色愈落愈大，游客拢真欢喜，想要翕相。真侪人拢是前一天就来遮等，嘛真太看你妹的落色。哇，好冷哦，下雪了。啊，若是伫咧台东海拔2300公尺的向阳森林游乐区，透早开始就已经伫落米色，有民众真欢喜翕米色飞落来时阵，佮表示讲已经落色。台东林管处表示，向阳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米色超已经连续落7点钟。啊，若是附近的向阳派出所，嘛累积0.4公分深的米色，呼吁民众山顶的路真骨。寒流发威，气象局嘛继续发布低温特报，看你每到元旦透早，平地有6度以下的低温。尤其在周4的白天到周5清晨这一段时间，仍然还是属于寒流最冷的空气影响的一段时间。周4跟周5这2天，南下的冷空气是相对比较偏干冷的情形，所以呢，下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是属于零星的这种短暂雨的情形。气象局观测，31度上低温是出现伫连江关东引，干那2.7度；本岛上低温是伫咧新北市富贵角，透早5点40分测到4.3度；新北市五股透早6点50分，嘛干那4.8度的低温，桃园市嘛出现5度。冷空气持续的发威，有可能到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清晨，还有一波辐射冷却的低温。那这个低温的时间点可能会落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清晨。那主要是以西半部尤其在中南部为主，所以中南部现在还没有冷到谷底。1月初2拜六开始，各地豆豆回温。拜六礼拜也是气温回升，出日头的好天气。啊，毋过后礼拜一个会落雨。专家分析目前的模式预报，后礼拜四可能会有另外一波冷空气来报道，强度爱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啊，若寒流到季，今仔日嘛有一寡学校停课，亲像伫桃园海拔较悬的复兴区，有4间国校啊，就烦恼讲路面结冰，路会较骨，所以南部今仔日停班停课。啊，若伫新竹的尖石乡，嘛是有4间国校啊，提早伫中昼就下课。桃园市复兴区花莲村的巴林国小海拔高度1230公尺，是桃园市内海拔上悬的学校。3日暗时出现零下3度的低温，透早就结霜搁结冰。因为寒流到位，除了巴林国小、复兴区，也搁有光华国小、高基国小、三公国小4间学校停班停课1天。早上起来那学校的状况就是结冰然后整个巴郎地区就是也下霜这样。像目前学校呢，就水就没有进来，因为结冰。那甚至之前还会有爆管的现象。透早复兴山区也出现地尖雪白世界，树叶结一层的霜，日头出来慢慢扬起，路面也结冻结霜，扬起的时阵是10个月。主要是考虑山区的山路，那交通动线以及路上的状况，作为安全性的考量，那学校会采取补课的因应措施。新竹尖石乡的气温也真低，因为当地路下阁真惊，烦恼愈换愈寒，卡数真是落雪，或者是路结冰，会互车辆过去。所以成功、石蕊、玉峰、秀峦4间小学31是提早中昼放学。那如果真的是如气候的预估，有下霜、下雪、结冰的路况，
其实呢，老师们的车况在没有加雪链的部分，下山是有交通的风险。新竹甲桃园的部分学校，真罕的为天然灾害调整学生上下课时间，对原来课程学校表示会另外安排为学生补课。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休3天，高速公路对下晡4点已经开始出现车流量，若国道5号按算会达到半暝。伫双铁的部分，代替有开加班车，若高铁是伫下晡，因为有大粒的机轨去颠到电车线，造成高铁慢分。各位旅客，非常抱歉，由于桃园新竹间异物缠绕电车线，各车次列车将有所延误。高铁台北站等车的所在满满拢是人，正是跨年疏运尖峰的时阵。下晡2点外，高铁桃园新竹路段中间架空的电车线遭到大型的机轨地调咧。赶紧双向断电排除，晚4点恢复供电。受到这个意外影响，南下上北列车有延误，要列车慢了这边1点钟。还没确定时间。本来几点的车？51分的，可是现在36分才刚进站而已。他的意思是说，一定要这边的车走，南港的车才能来。对，所以就再等等。台湾高铁表示，意外排除需要作业时间，影响列车调度，会陆续恢复正常的营运。而代替原本因应跨年伫专台加开加班车来疏运，不过因为未少所在取消跨年暗会，所以取消部分的加班车。跨年疏运重点放伫东部，希望旅客拢会使坐上车。交通部长林佳龙下晡也到台北车站视察疏运整备，呼吁防疫员放松。连假期间，好，现在我们也加严落实。防疫的这个要求，好，所以所有进站好都会要求戴口罩量体温，然后我们也提供消毒用的酒精，除了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公共场所我们也这个增加消毒的频率。国道的部分，伫下晡出现头一波南下车流，高公桥有高，都会塞车的路段行车时间会比平常时加3倍。离国道5号雪山崩坑、北拿到头城也无到下班时间，时速已经降到40公里以下，有5个一路塞到半暝。那整个车流量比前年的一个同期大概也增加了25% 左右了，所以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而且这个车潮大概从6点过后，大概也持续到深夜才会逐渐疏解。那我们是呼吁用户朋友，就是上路之前先查询一下我们的1968。应用即要到的元旦跨年甲夜市跟活动，公路总局估计，苏花路龙南下车流会伫元旦早起6点开始出现，有过一天会有12000台次通过。尖峰的时段是4大客车先过细发，呼吁民众到东部会使多多利用大众的运输工具。记者综合报道。迎接2021年，明仔载嘛是开放有3肉种猪肉进口的日子。行政院已经宣布讲，全国爱有统一的食安标准，所以针对各县市的自治条例，会通知无效也是驳过。针对行政院的决定，历年执政的县市拢讲听中央的准算，啊，毋过哪年执政的县市不服，讲要去申请大法官解释。从明天就是110年的1月1号起，原定者函告无效，新定者不予核定，不合法。第二个不合理，第三个不可行。赶伫2022年元旦开放内地进口台湾的前一天，行政院宣布食安标准全国要有统一规范。因为回正17个县市自治条例了，发现各县市对内地的标准无同款。行政院决定原定自治条例包含台中市、彰化县这县市函过无效，有征收罚则的台北市、桃园市这县市是函过无效，不有核定。而新增条文的新北市、高雄市等是不有核定。若是地方政府坚持歪插中央的规定，政务委员罗秉成表示。卖甲中央无看在眼内，不要视中央为无物，这个是不好的。县市首长不要为难基层的公务员，他们一旦开罚，那个罚刚刚有讲，上级政府不会轻视，因为这个攸关法律的统一性，会撤销。明知故犯，送惩戒。行政院强调，自治条例违反宪法107条，中央地方权限违反的规定，国际贸易政策受中央专职的权限，所以地方内制零检出，已经介绍宪法甲食安法的中央的权限。不过国民党执政县市无认同，台中市府强调提起大法官解释宪法。新北市长侯友宜是相信议会积极提出解释宪法。我相信议会一定以更积极的态度来提速宪，守护市民的健康。今天中央正式宣布，
不予核定地方政府的自治条例，等于是没收了地方政府保护人民的武器，这个后果中央要自负。嘉义市议会早在29开出全台头一枪，甲嘉义市府共同申请改写宪法，更加呼吁民众支持10万公投，要甲内地战线搁扭长。而民进党执政官其实决定要以中央为依归。我们台湾就这么小，那也不适合一国太多制。开放内地进口，哪里关系态度无共款？伫中央决定统一规范坚持A，中央甲地方改写宪法的战争即要展开。记者综合报道。那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日嘛宣布讲，对明仔明年元旦开始，咱健保费要调悬，对即卖的4.69%调悬到5.17%，平均每一个人每一个月要加纳63块。陈时中是强调讲，按5.17%是处中办的做法。毋过，伊改回是认为，中央应该公布健保改革的计划，互民众知影钱安怎开。健保财务已经连续几啊年了之，去健保费是一定爱做。卫福部长陈时中伫2020的上尾一天，确定宣布明年健保费率，拄即卖4.69%，突破5%后定，达到5.17%，补充保费的费率嘛对咧调整，对1.91%起到2.11%。毋过今年疫情冲击各大产业，外界质疑中央无体谅人民，但是中是保证讲，至少2年内袂阁起保费。把费率调到5.17之外，对于整个医疗资源的有效的运用，那怎么样运用云端的资料来资源能够分享，让我们的医疗效率能够提高，那也可以抑制医疗资源的不当的耗用。明年元旦所实施的新健保费率，受雇者平均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保费增加63块，7成以上逐个月增加70块以内，若是投保薪水伫咧24000块、3万块、7万块、甲18万，分别增加34块、44块、105块、甲262块。规家伙死的人一个月收入53000块的话，逐个月保费3288块，大加付304块。针对健保费起价，外界真侪议论，医改会认为讲，卫福部爱说明钱开伫倒。这样调整费用会用在哪些刀口上？那也应该要针对趁这个时机来宣示一下改进的计划。希望知道卫福部短期应该会先怎么做，因为毕竟都不希望说过了1年之后就要担心是不是又还要再会调整一次。但是中强调讲，健保也阁有真侪问题，若是继续适用4.97%，到明年年底敢若剩1个月准备金，虽望这是上体谅民众的负担，毋过后年会严重影响到财务，所以采用5.17%会当互财务稳定。嘛，期定4年至6年的健保改革计划，三大方向包括减少浪费、负担公平、提升品质。毋过医改会强调讲，第二计划才是民众上关心，嘛是上要紧的问题，呼吁卫福部赶紧做出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虽望英国的变种病毒已经入侵台湾，不过台北市下年暗会也是照常举行，人数是限制伫4万人。民众入场爱签名、爱扫 QR code， 嘛爱除酒精、磅体温、专程挂喙罨。不要被这个不理智的恐惧打败，所以今天晚上的跨年晚会还是会举办。台北市长郭文泰31早起决定，台北市跨年照常办，是因为甲卫福部确认，虽然出现新冠肺炎英国变种病毒，毋过无社区感染的证据，毋过人流总量管制为8万人减少做4万人，入场规定爱签名册、磅体温，搁爱专程挂喙罨。下晡2点，暗会广场头前的上古路入口已经有近100人咧等入场。志工夜白夜提醒，一定爱先将进前签名册、手机啊 QR code， 或者是身份证准备好。是会比较麻烦啦，但是如果现在疫情比较严重了嘛，其实我觉得这措施是必须的。我觉得可能差好几万人，对，因为疫情关系，可能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可能已经热很多，对，可能已经到后面去了。邀过人因为体温升过悬被砸落来，工作人员要求休困一个，卡数10分钟过后又还无降温，对通报各种人带到医护站。我可能刚好小跑一段啊，我想说应该是4点关门，所以我就赶快过来了。不过，药管区伫开放入场1点钟内只有1/3有人。为看表现，民众依然是客做伙，真歹维持歌市长希望的一边空讲笑2个人的社交距离。工作人员只会要求民众坐涂骹，有开距离。
现在其他国家的朋友都没有办法跨年，所以这样其实还是很不错。现场也提醒民众禁止食物件，只有啉水时阵才能将喙按摕落来。高规格防疫，互民众伫疫情之下，也能享受跨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照常举办，啊，毋过其他大部分的县市，毋管是暗会，也是看日头光的活动，拢是停办，无就是家伫线顶播送，无开放民众。工作人员全副武装伫桃园国际棒球场做消毒，因为暗时5月天要伫遮开跨年演唱会，连市长郑文灿也来关心防疫是毋是有做好。场内禁止贩卖美食，那场外禁止设摊，那包括进场要采取实名制。疫情升悬，依然有少数跨年活动照常进行，亲像5月天或者是阿妹演唱会，拢无取消，提悬管制来防疫。31之时就开始有真侪歌迷。我对台东有信心，我们这里没有疫情。在防疫管制区里面，我们采取这个不得这个饮食，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有如期举办的，就临时改变的。桃园、台中、高雄、甲台南等县市政府跨年晚会，这2天拢宣布该线顶直播，无开放民众入场。海上舞台的演出会继续进行，但是将不会有观众登上海上舞台。好，因此这3个舞台在跨年夜本来是群聚密度最高的地方呢，因此将获得这个管制。今天晚上在中央公园的跨年晚会，明天早上的元旦升旗，我们都要改成线上直播。真侪县市呼吁民众伫厝看转播，有部分活动选择调整，亲像屏东县的跨年晚会，垦丁新北市福隆的迎日头光就延期或者是停办。国内出现英国变种病毒确诊案例，为避免活动正早，防疫抗衡各县市政府甲民间主办单位拢尽细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昨暗7点35分发生警察掠贼仔开枪拍死一个人案件。警察在巡逻的时，发现一台违规的自用的，要甲查伊无停，颠倒大油门，弄到警察了后，警察开11枪去捉。尾也伫无尾巷发现这台车，车顶有一个人已经死亡，那另外3个人已经选去啊，即马当咧掠人。一只黑色自家用的轿车，伫高雄凤南甲林森路口。等完了后，煞发现头前是红灯，后壁的警察车嘛已经入来啊。这个驾驶竟然阁想要挖去逃走，煞弄着拄好伫后壁的警察，2个警察赶紧越过，开枪想要甲这只车砸落来。这是30暗时7点35，伫高雄凤山发生的案件。该自小客车主据窃盗通缉的身份，而且该车于前日也遭我们远警拦查不停来逃逸。那今天巡逻员警在路上，在景田路段呢，又发现该车急于尾随至凤南林森路口。这个冲突造成5甲派出所副所长镜头受伤，警察车正并派去。伊甲警察2个人向要逃走的这只轿车开11枪，尾手8点外经去通报，发现这只轿车歇伫一条无尾巷内底，车顶还阁有一个头壳受伤的乘客。目前正在调查这个枪支，敢是警方开枪的枪支。救护车到场，发现到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所以我们就立即封锁现场。我们厘清逃离现场有3人，那两个人的身份我们已经确定，那1个人还在查证中。画面会当看到2个嫌犯先行去路面，刷来另外1个嫌犯则拄管也缀伫后壁。根据警方了解，除了拄管这个人，还阁伫咧调查伊的身份，其他3个人拢有毒品甲窃盗的前科。目前检测中心已经完成车辆的采证，警方嘛已经向高雄地检署检察官报请指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那政府本的进行3倍券是用到今仔日尔，传出有一个保全咧送的时，伊捡到银行已经换现金予人的3倍券，伊无甲交转去，颠倒摕去开，即马红涨着啊，爱食多。3月是进行3倍券使用最后一天，不过这个刺激消费的大用券继续不少人士利用无周全的所在重复使用。今年8月4单的保全员伫台湾保全的运钞车内底发现同事落伫个运钱袋内底3倍券，面额是200块，总共100张，已经对付使用。有时伊家摕起来藏起来，并且分予4张甲4红2名亲友来使用。整理的时候发现有这100张已兑换的3倍券之后，予以侵占，槟榔摊比较不会注意，而且他把那个3倍券已兑付的部分有对折。
4人的15人甲朋友，先后在台中丰原、石冈甲成功这5个所在槟榔搭，利用点头无注意，提这已经转囡仔的3倍罐消费，受害点头报警了后，4人的嫌犯开始会惊，甲剩的将近70张的3倍罐，用果汁机加加烂糊糊。这个月13的时阵，检警调查了后，车内伫个云林馆内底找到变甲糊糊的3倍罐。泡水之后放到家里的果汁机打碎，加酱油去炒过。平常放烟蒂的那个奶粉罐里面，以这样的方式灭证。检方指出，这个案件所涉起因是台湾保全阿桑已经使用过3倍罐到台湾银行，因为无使用无透明的塑胶袋啊包装，防拒收。保全员换袋的时阵落一塌出来，随后4人的保全员整理车的时阵发现，有是偷摕起来并且流通使用。台湾银行也无确实来盘点，连3次才造成这个事件。2个侦查终结，依照业务侵占、销售擦拉面、诈欺取财这罪嫌，对涉案的保全这3个人提出公诉。记者自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变种的病毒高团，即马全世界迎接新年活动加减拢有受影响。伫美国纽约的世博广场，下年活动即马改伫线顶举行。若说的宴会是照办，也毋过禁止民众去现场看。若伫德国是规矩无爱办宴会，甚至呼吁大家毋通庆祝疫情才袂断。纽约时报的广场头前招牌变色水晶球大大升起哩，提名在跨年活动做上下尾的测试。演过拢有真侪民众就伫咧曼哈顿市中心做伙来庆祝。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头一届改做线顶来举办，活动是照常，毋过无开放一般民众入内，所以即届街路面顶袂阁有人钱甲靠出租，或者是民众伫咧镜头前揽咧烧金的画面，是世博广场跨年活动对1907年开始以来上冷清的一届。Even though you're going to see less people here in Times Square, we're going to have more hope than ever because we cannot wait for 2021. The light is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and we are filled with optimism. 针对跨年的活动，各国拢提出无共款的防疫限制。伫咧澳洲雪梨，真有名宴会上是照常来办，毋过禁止民众伫咧雪梨港华边来欣赏，而且户外群聚人数的进步，嘛到50个人减做30个人。德国柏林是规矩禁止民众伫咧跨年即天办宴会，英国传统会伫咧布莱登堡门店馆办的宴会秀，即届是确定看袂到啊。Je weniger intensiv man feiert, desto besser werden wir im Januar dastehen. Und je intensiver Leute feiern, je mehr Menschen sich treffen dort, desto schlechter werden die Zahlen sein. 法国是出动10万警力，防止民众跨年时阵群聚庆祝。内政部长达马南下令，暗时8点宵禁实施了后，会加强增加维安人员伫咧疫情的高风险区来巡逻。若是巴黎一半地铁路线，卖伫咧跨年即天的尾仔就停止营运。但是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记着是真侪要出境的旅客，趁跨年假期出国佚佗、顺耍拍日头。莫斯科并无颁布跨年宵禁令，或者是禁酒令。毋过，所有餐厅拢必须爱伫咧暗时11点进前休困。若是伫咧巴西，像保留机场的人共款嘛是真侪，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航线，拢出现真侪跨年假期的旅游人潮。像波罗州真侪滨海峡区、圣多斯、圣维斯特等等，为了避免群聚状况，已经决定伫咧新年期间甲海沙堡封锁。公司新闻立泡路编译。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美国，即马陆续传出有英国变种病毒的病例。因为变种病毒咬团，英国即马是加严防疫措施。英国有3%的人口即马拢伫封锁的范围内，而且嘛按算要延后开学的日子。另外，英国即马嘛通过第2款的预防射，就是牛津大学研发出来预防射，按算伫正月初4要开始注射。美国新冠病毒的疫情真严重，敢若30个一天断疫人数都有12万5千多人，创过一天的新纪录。若是全国累计确诊人数到30为止，已经有197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34万人。即马阁出现小连续伫咧各地发现变种的新冠病毒。第29，科罗拉多州发现全国第1个感染英国变种新冠病毒的人，是一个伫咧养老院服务的国民警卫队的队员。毋过，即马嘛传出讲，南加州嘛出现感染变种的新冠病毒的确诊案例。We were informed that this new variant, this new strain that we've identified, obviously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some other parts of the globe, identified in Colorado yesterday, has been identified here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n Southern California. 美国2个州小连续发现变种病毒，互消防车嘛爱做救护车的加州政府，赶紧替消防人员甲非紧急的护理人员来注疫苗。
因为变种病毒拖甲真紧，英国搁一届加强防疫政策，从当地31开始扩大封锁范围，全英格兰地区3%的人口超4400多万人，拢伫咧防疫封锁范围以内，而且甲学生的开学日期嘛延后。More areas of England will be moving into Tier 4 from tomorrow. We will ask exam year pupils in secondary schools to learn remotely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term and return to the classroom from 11th of January. The remaining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i.e. non-exam groups, will go back a week later. That is from the 18th of January. 伫咧扩大防疫措施的时阵，英国嘛将做全球第一个通过第2项疫苗预定疫苗使用授权的国家。预计伫咧1月初4开始做，这个疫苗干那需要加温2度至8度地当保存，价钱嘛比辉瑞疫苗较俗。英国首相强生呼吁民众伫咧去年跨年，嘛强调讲到3月底的时阵，地当摕到互成千万人会当使用的疫苗数量。另外，波湾国家阿联酋嘛伫咧29公布，国内发现少数对国外入境。而且确诊变种病毒的病例，毋过无说明讲确诊患者有偌济，或者是拄倒位入境。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那英国甲欧盟有达成贸易协定，伫当地时间30，英国国会嘛已经通过，按算伫台湾时间元旦早起7点，英国会正式脱离欧盟。The ayes to the right, 521. The noes to the left, 73. The ayes have it. The ayes have it. Unlock. 执政的保守党因为首相强生强烈主导，上大反对党的工党也表达支持立场。第两大党走票无济，其他坚决反对协定的小党人数较少。伫这比如英国离婚协议书的法案，伫下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英国首相强生伫接受 BBC 专访时指出，未来英国无论伫经贸或者是其他方面，应该要放眼全世界。We can not only exploit the advantages of a zero tariff, zero quota deal with the EU, do things differently, take back control of our money, our borders, and our laws, but also do free trade deals with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工党即摆投票支持法案，暗过也指出，即摆协定依然有漏沟，比如占英国经济上大比例服务业，爱有英欧双方对相关专业执照的认证机制，暗过这部分也阁爱参详。英国伫2016年公民投票有赞成脱欧的一边险胜，暗过对了当时的保守党首相卡麦隆马上辞职，接像的民意也伫英欧互相拼场，甲国内调野互相牵连之下落台。工党共款因为2017甲2019两摆大选无法度对倒保守党，党主席科尔宾也面对党内新生代挑战，交出领导人的位。公视新闻徐家珍编译。来关心香港的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防指控早起甲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进前有顺利交保，结果香港的律政司提出上诉，今仔日开庭，判黎智英要继续抓长去关，引起外界议论。那咱台湾受公民团体替香港人发声，批评中国审判无透明，呼吁台湾应该有关援助香港的政策。港警特别是防空想要主动媒体翕黎智英行出法院。黎智英3月号香港中心法院决议必须还押，现场有未少支持者替抱不平。黎智英进前被指控早起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23原本以大约3645万块代票交保金得到交保，不过香港律政司不服，向中心法院提出上诉。法院第3月做出黎智英必须爱还押的决议。台湾原港要 upgrade。为了支持和中国审判香港青年，台湾公民团体站出来声援。12名香港青年抗争者想要对香港偷渡来台湾的过程互抓到，其中有10名和中国以触犯偷越边境罪名判刑，也讲已经认罪。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商普批评，这是乌想的新闻。中国的所谓的阳光司法就是如此，其实不是阳光司法，是红太阳司法，党的司法，党的打压。新竹林的时代力量党主席陈江华第3日探视铜锣湾册店的负责人林明基。林明基对12个香港人案件有10个人被判刑，伊讲这是真无合情理的。因为中国政府老实说，香港是中国大陆的，他现在给他一个罪名就是跨越边境。那个还有边境存在吗？没有啊，变成这个罪名是很荒谬的。
中国中央电视台特别选伫即个案件宣判第2天，发布解放军驻港部队陆海空3军联合巡逻操演。地震小组伫树林搜查，直升机伫搜查海上目标，舰艇伫海上警戒。驻港部队强调，演练就是防止恐怖分子坐船逃走，警告香港人的意味真高。人民记认为，香港的局势只是会继续恶化，呼吁台湾继续声援香港。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甲欧盟谈判讲好双边的投资协定，要排除投资的障碍。咱台湾甲欧盟双边投资协定 BIA 即马讲甲安怎？外交部是表示讲，双边一直拢有在交换意见，未来外交部会继续配合经济部，量早讲好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暗时甲德国总理梅克尔、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实行会议。经过7年谈判，中国甲欧盟正式决定双边投资协定，双方会消除投资障碍。另外，台湾甲欧盟 BIA 进展如何呢？外交部表示会积极促成。那外交部我们这边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协定它的这个后续的这个落实跟执行的这个情形。未来呢，我们会持续配合主政单位，就是经济部来强化，能够去积极的促成，要启动台湾跟欧盟要洽签这个 BIA 的相关的一个动能外交部表示，透过年度经贸磋商会议，投资以后智慧财产权、食品安全检验等工作小组的双边管道。已经甲欧方交换意见，欧洲议会也真侪摆对台湾甲欧盟的 BIA 表达高度支持，支持中国最近动作真济。除了传出可能制定国家统一法，各台办各批评台湾对两岸人员往来设立障碍，比疫情影响更较大。陆委会是批评因颠倒是非。我们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对两岸互动所设置的政治障碍，破坏两岸正常的交流。所以国台办的说法是颠倒是非、不负责任的。中国针对重点人群启动大规模做疫苗，各台办讲优先安排做的人，包含台湾同胞。陆委会回应，中国以不专业的态度，将防疫专业加政治宣传挂钩，照顾批评台湾，相信各界加台湾民众未接受，提醒大家注意中国疫苗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年初1月初2，乌英直升机失事，前参谋总长辛一鸣等8将官殉职，别满1周年。国防部以永远的英雄做主题，专工举办追思会。国防部长嘛表示讲，就算目前情势较紧张，严格国军一定会保护咱的国家。乌英直升机今年1月初2失事，造成前参谋总长辛一鸣上将这8名将官殉职。此外，军方在国防部外口设置宽3.3公尺、长10公尺的抗1抗2纪念专区。即阵即要满1周年，国防部举办追思纪念会，以永远的英勇为主题，缅怀殉职的人员。音乐会由军人子弟李兆麟医师甲陆军司令部上尉副道长施维顺2人献唱追思曲。殉职将官的家属也有朋友来献花，包含前参谋总长辛一鸣的老母、新政总长的母校大直国小，由校长带领囡仔斗阵参加。国防部长严德发强调，感念国军为国家牺牲奉献，也传达对过身同胞的思念。除了诉说对将士们的思念之外，也特地向他们报告，今年全军官兵都秉持着他们牺牲奉献的精神，全心专注在各项战演训的任务上。即使现在情势比较严峻，但是我们把国家保护得很好，我们也请他们放心。上香。国防部副参谋总长执行官齐延普上将甲军人之友社理事长李栋梁30日甲当时机顶的生还者，通知处长赵进平、军门社记者答应得这5人到五指山甲空军撇谈公务向历史来致谢。李栋梁也传当印的高粱酒甲辛一鸣有亲文爱食牛肉面甲小菜，向2位殉职的将领表达敬意。记者综合报道。核四厂伫1999年3月份摕到起厂的执照。经过停工、复工，尾也封存，明仔开始建造无效啊！核四厂嘛正式行入历史。
核市场1号机工程进度95.82%，2号机91.53%，看起来离100%完工目标无偌远。不过新年开始已经是无可能。原因会1999年3月核发核试建厂执照，经过3摆延期，明仔过后到到期失效，代表核试免搁起。长期反核试的当地居民讲，值得欢喜，也感觉烦恼，希望政府撤销核电厂用地，和核试永远袂复活。我很担心哦，那个永和的国民党上来的时候，重新又把它要运转。我们还最希望的还是就是说那个反应炉拆掉，然后把中华马条也拆掉。建厂执照失效，不过起核试的计划还未正式开始。台电表示，也无甲拆设备的迄一步。即马依照立法院的决议，以上少经费甲人力做自身维护活化部分设备，各为将来改去做天然气电厂，发电力能转型做电力综合分区做准备。仓库的一些备用的一些零件或者组件，我们有做活化的处理。所谓活化处理，就是说，现在我们有很多新建的火力电厂，我们会先移用到建厂的工程去使用。不过第17案的公投，你是不是同意核试开放商转发电的？明年8月才会投票。国民党立委陈正琴要伫年初要求行政院伫明期还未平拢进前，先暂缓外运燃料棒，为核试商转保留空间。不过被拒绝。我们要往灰核家园走，封存后的核市场燃料棒该怎么处理，已经处理一段了，不是我突然想到突然喊停。要参加国内外核电厂设计的专家陈立成投诉批评，若建厂执照失效，因讲是核试作废，相当蔡政府提前没收，明年公投。民国69年邮政院核准核试工程计划，经过暂缓恢复停工复工，搁到封存吵吵闹闹，开2800多亿，即马正做天价仓库。台电要拼转型，希望有一天重燃火力，予伊起死回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气观秀秀，各地气温破纪录。若逐年元旦拢会分钱宝的南投指南宫，甲永年同款，佮出现排队的人阵，又佮出现出动警察来恐吓大家离开。另外，伫苗栗的泰安浸温泉的人真多，元旦的大房率已经超过9成。随风天气风寒甲死阵，苗栗头前也是摆几啊场椅仔，全部拢是准备要排队摕钱宝的。若是这个民众为着要抢头香，伫咧30暗时已经来排队。心情觉得放松就不会那么冷。民众穿真高的衫，讲啥嘛一定要摕到钱宝。随风一直呼吁讲唔通提早排队。不过南投德山指南宫的庙头前，也是少年煞出现排队的民众。警方甲庙里的人嘛来现场恐吓伊离开。无啦，你今年疫情安尼哦，大家较配合袂啦。今年疫情真严重，佮加上寒流来，南投指南宫逐年元旦拢会分钱宝。今年虽然也是照常来分，不过要领着爱遵照防疫规定，除了一定爱挂嘴啊，排队的距离会佮又较长咧。庙方嘛取消12月31开放排队的惯例，若是元旦早起11点进前来排队，拢会当领到钱宝。第一名跟最后一名都是一样的，过来就是讲我们会把这个发放的时间拉长，所以请他们明天早上早一点来可以的不一定晚上就排。温度真低，各地嘛出现浸温泉的人。苗栗泰安伫2020年上后尾一个上班日，订房率达到7成左右。说落来，元旦假期订房率阁是达到9成以上。不过医师嘛提醒，唔是大家人拢适合浸温泉，嘛要注意时间，唔通伤久。老年人啊。有心脏、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甚至说孕妇其实都不太适合泡汤了。医师提醒，除了避免温度超过40度，另外尤其是慢性病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嘛爱避免时间伤过长，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若苗栗为要开发光电，是引起生态危机。今日有保育就好的协会出面陈情，指控光电业者用小型的光电场要来变更农地，这是会影响就好的生存，所以呼吁县政府爱顾调。若现场嘛有地主，伊是出面表示讲，因虽讲同意爱保护就好，但个地方的发展嘛爱顾。真侪环保团体伫咧苗栗县政府头前提票据，要求县政府袂当因为光电业者压力转来落冷，嘛袂当有官商勾结。反对球员兼裁判，反对球员兼裁判，保留审
审查制度。环保团体不满经济部开放2公顷以下的农地来变更做公地案场，敢若需要伫地方政府办地赛，虽望伫咧7月份经济修法未过同意，毋过已经提出申请的农地变更案就超过225件。若是即卖苗栗县府针对农地变更证电采用3阶段的审查，但是却传出公地业者来游说。中央甲苗栗县政府31日召开协调会，嘛互环保团体真烦恼。政治干预的方式，想要做这样子的动作，希望所有的申请案都可以通过的话，的确是有官商勾结的嫌疑。就环保协会认为，若是申请案件全部通过，范围累积超400公顷，除了有生态甲环境的冲击，真侪拢伫咧浅山地区，对就好的土地嘛造成破碎化，要求县政府爱坚持立场。毋过有一个家己公司出租地主真不满的表示，除了生态，地方的发展嘛是爱兼顾。我想讲，家己的土地，阮家己想要安怎利用？这并无妨害嘛，对吧？因今仔日因讲要保护食物，我嘛是赞成呐，只是说要有一个平衡。光电业者工会他也有邀中央的代表来拜会县长，那所以是一个拜会的行程，并不是开会。那县府也没有发开会通知单。苗栗县政府表示，甲公地业者敢若是一般的拜会，后日改变审查制度。目前建设专案审查有47件，审核41件，有13件通过，其他爱部件搁在议。强调讲会照审查制度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咱个镜头来台南的南昆新大天府是全台湾上古早、规模上大王爷的信仰中心。伫遮上界出名的，除了逐年拢会抽国运签。还有上届有特色300年的传统，就是看运。伫新年头、旧年尾，希望大家把保好的运气看掉，迎接好运的一年。一年又搁行到要头啊！新的一年，真侪人拢会去庙里点光明灯、安太岁，来祈求好运佮顺遂。伫咧台南的南昆新大天府遮，就有一项真特别的祈福传统，叫做看运。这是咱南昆新大天府最传统的啦，每一冬。这香啊，拢钱啊伫满满啦，实际上这香啊已经无够富，通正常使用啊啦。南昆新大天府自明朝发展到今，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全台湾规模上大、上古老的王爷信仰中心。当年旧历的正月初1，拢会抽签诗来预测国家的运势。毋过上届特别的传统，就是甲信众的生辰八字放入去箱仔内，上顶甲歹运藏起来，这就是看运。这已经是356冬啊啦，中是一个八卦，来祝福四只蝙蝠啦，包括这个印是南昆新大天府5000岁，所以讲这个箱啊是真年珍贵啦，这嘛会使讲是一个古物一啦。这个看运箱细甲鞋啊，当年的看运名额是拢真抢市，侪信众拢希望会当甲歹运收到箱仔内，希望新的一年经过5府千岁的加持，拢总是好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载记剧团用8个月过时间去国家档案局找出历史档案，把过去白色恐怖时期的资料写入去歌词内底，唱出咱台湾黑暗过去的迄个时代。政治受难者的家属嘛肯定少年家的创作。弹吉他用18个声哨唱出这条叫《假使我是一个女人》的歌。载具剧团用8个月过时间去国家档案局消化政治受难者的故事。这首歌就是以1949年台湾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进会成员故事出发，描写蔡志元从清怪进前对家己身体的认识。有一寡政治犯，伊无一定是咧思考政治的问题，其实伊心内咧想啥，就是大家人其实拢无共款。阮即马来创作这。嘛毋是啥物光彩的物件，就是讲足侪前辈用伊的感受来互阮思考，互阮有一个机会来思考
到底阮徛伫什么所在，到底阮是什么款的人。前20马国家人权博物馆伫咧世界人权日之前，邀请在故剧团去经纬纪念园区表演。现场侪侪政治受难者和因的逝世，拢肯定少年人用乐声转换无声的历史档案，互过去的伤痛会当和世代结合。我感觉真好，非常好啊！有这种感觉，就是讲少年人会当互这个历史，会当反过来做更较侪创作，那知影创作，应该知影透过历史来传达这个历史。所以咱嘛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创作这个机会，来甲咱所有台湾社会无同款创作的朋友共同透过艺术的方式，我们大家一起来捍卫历史。少年辈用吉他的弦啊，甲摇滚和 reggae 的演唱方式，而且佮用武器唱出红束白的运命，着寄望这长烈的文字和受迫害过去会当互扣回来，伫咧无同的世代留下新的记忆和理解的方式。记者欧敏珍、林玉凯、陈玉水台北报道。歌手猪头皮伊的本名号做朱玉信，伊对大学就开始写歌写词，在推出本土音乐这条路已经行30年，嘛一直以台式摇滚的精神参与社会运动，用歌声来声援公平正义。在台湾新感界节目，咱就做伙来看伊的故事。这是高雄，当地台顶演唱的是已经真久有捌出现伫舞台顶头的歌手朱玉信。可能你捌听过伊另外一个名叫做猪头皮。1、2、3、4。这暗的表演，朱玉信甲这世界团的乐手，佮有台下的观众互动是真欢乐。也毋过无讲，你可能唔知影，台顶的乐手手中拢无正式乐谱，因拢是现场家己发挥的。伊有做者鬼点子安尼，譬如讲，伊会讲，这个曲子要安尼算，有当时讲卖安尼，咱改一个，就是伊做自由的，伊随性啊，对，他很随性安尼。大学时代买唱片听音乐，后来写歌写词，主要是慢慢啊参加校园音乐活动，走向音乐这条路。3年后，伊有另外一个名叫做猪头皮，嘛出版台拢捌听过的专辑《猪头皮笑亏念歌》，我是神经病。伫音乐表现顶头变鬼变怪，这是朱玉信互一般外界的印象。其实佫有另外一个身份，伊嘛是基督教会长老。我的日常生活足侪时间伫教会啦，我是算第4代啦。对于阮爸、阮阿公，迄个阿祖的时代，一直到我即马吼，所以阮规个家族拢是教会人吼，拢是长老教会。伫朱玉信的作品内底，一向拢有真侪对社会关怀，伊嘛捌因为一寡无公平的代志，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包括反送中、反香港国安法、高雄罢韩的中学，朱玉信嘛赶快用伊台湾摇滚的精神，甲对台湾本土的关怀，出现伫遐个中学顶头。记者综合报道。清华大学学生吴成文14岁时，因为罕见疾病，目睭的视力只剩0.01，伊敢若当看到微微的光。面对这个打击，伊一直消沉。后来是因为音乐挖出自信，嘛找到人生的方向。咱马上回来看伊的故事。写字的时阵需要挖遮紧，才会使家己看清楚。吴成文14岁的时阵，因为遗传病症，视力强要降到0，不过伊并无因为安尼，就互命运拍败。等到是调整学习甲生活的方式。靠音乐创作，找到人生方向。态度非常大方、从容不迫，对着台下学弟妹讲话的一个大学生，让我深深的相信，说每一个孩子的未来真的有非常无限的可能。也希望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就是到全国的各个学校或是各个机构去分享我的生命故事给大家。这样。去年5月开始，一去到车站，连车牌甲座位拢看袂到，犹原是一个人坐高铁，搁再换公车，去真侪学校巡回演讲，
虽然行动唔是介方便，啊，不过知影有人受到鼓励，一路艰辛，要继续世界去分享。因为他说他原本要放弃他的钢琴梦想，但是听完我演讲之后，他说他想要重拾他对钢琴的这个梦想，这样，所以很谢谢我，所以让我觉得说，我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我希望可以继续把这份正能量去散播给更多人，这样。吴成云钢琴弹了嘛真高明，虽然因感情的世界总是望无看袂清，啊，不过伊讲已经找到新的人生方向，希望通用音乐帮助更较多人。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来关心明仔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低8度，上悬1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8度，上悬1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2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19度。外岛的温度是6度到1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营养新闻，咱做伙迎接2021年，祝乡亲新年快乐！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